诗篇90篇第10节到12节，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。诗篇90篇第10节，阮的岁数不过是7节，若勇行通到8节，阮话当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人生亲像竹杯，一万年久就过去。啥人感受袂到你受气的威力？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？求你甲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，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，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。伊的法官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，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予我，毋若予我，嘛要予拢总恨无伊显现的人。